继续来到桃园市的国际路，伫个25号尾暗5点外下班的食梦时间，有一个小女童拄着这种厨房车，为人行道冲出去大路顶，唔那卡伫个路中，搁差一点互机车弄着，有够危险。警方讲，这种的厨房车是袂当骑就路的，小女童的行为已经违法了。查某囡仔骑厨房车就掉伫路中央，汽车的驾驶赶紧打灯啊扭伊，不过机车的骑士完全无看会险啊弄着，为另外一个角度搁看一界，当时对向的几排车拢在等青红灯，查某囡仔骑厨房车直接为人行道骑去大马路顶，车辆打起步险啊甲弄着，场面是真惊险。那个有点太危险了，没家长陪同。就是太夸张了吧？就是心智还没成熟，像过马路可能没注意到干嘛，可能就发生事故。民众嘛认为这款的行为真正真危险，尤其查某囡仔阁是骑厨房车上路。根据警政署说明，厨房车、厨房甲直排轮拢是属于无动力的运动休闲工具，袂当伫咧一般的路里使用，敢若会当伫固定的区域，参像报番的公园也是运动场。若是上路阻碍交通，会当罚500块；若是食电的，就会罚搁较重。动力运动休闲器材或其他相类之动力器具于道路上行驶或使用者，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。搁再转来这个路段，就算毋是上下班的时间，也是真侪车咧行。当时查某囡仔就是为遮冲出来过车路，对向是双线道，就正高有看袂到的角度，若无注意，可能就会出车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